2025年5月5號，謝霆鋒嘅瘋狂世界巡迴演唱會上海站現場上演咗一幕令全場觀眾都屏住呼吸嘅世紀名場面。佢前妻張柏芝唔知點解突然喺舞台上出現，係銀幕播放佢哋以前求婚嘅影像嗰陣，張柏芝眼濕濕咁喊住我好鬼想再原諒你一次。佢哋嘅大兒子 Lucas 同埋細仔 Quintus 仲喺台下喊到成身震。呢場比網友比電影仲要戲劇性嘅演唱會，唔單止將風之戀嘅複雜恩怨推到高潮，仲令到唔少人重新去睇呢對以前嘅金童玉女橫跨25年嘅愛恨情仇。演唱會高潮，張柏芝突然現身舞台，銀幕回顧風之以前嘅深厚感情。嗰晚嘅演唱會原本計劃係以謝霆鋒同王菲嘅風飛戀情懷做主線嘅，當經典歌曲《玉蝴蝶》響起嘅時候，台下第三排戴住口罩嘅王菲跟住音樂輕輕擺動手臂，氣氛好溫馨。要是係演唱會就快結束嗰陣，舞台燈光突然暗咗，大屏幕就開始播放一段從來未公開過嘅影像：2006年謝霆鋒喺菲律賓嘅夕陽下面求婚嘅片段。畫面入邊，24歲嘅張柏芝着住婚紗，眼濕濕咁點頭答應求婚。謝霆鋒指手鎮住為佢戴上戒指，佢哋攬埋一齊嗰陣，海浪聲同歡呼聲夾埋一齊。啱啱觀眾仲沉浸喺回憶入邊嘅時候，着住一條白裙嘅張柏芝就從舞台側邊慢慢行出嚟，同視頻入邊嘅少女身影重合，佢手拿住麥克風，聲到哽咽咗亮。呢首歌我寫咗10年，我多想再原諒你一次。前奏響起，歌詞直戳婚姻嘅裂痕同埋後悔嘅感覺，曾以為放手係成全，卻讓遺憾刻成永遠。唱到高潮嗰陣，張柏芝轉身望住謝霆鋒，滿面淚水嘞。如果再俾我揀一次，我會更加勇敢咁留住你。台下 Lucas 同 Quintus 握緊對方指手， Quintus 仲將個頭埋入哥哥嘅懷中啜泣。情感回顧，從用條命去相愛到破碎嘅童話。少年時嘅心動，佢係佢退而求其次嘅將就咩？謝霆鋒同張柏芝第一次見面係2000年嘅電影《老夫子》嗰陣，謝霆鋒正同王菲熱戀，不過就同張柏芝傳出緋聞。直到2002年頂包案爆發，謝霆鋒同王菲分手，張柏芝就以跟班嘅姿態無微不至咁照顧佢，甚至為咗通過謝霆鋒嘅三關考驗赤腳狂奔。謝霆鋒曾經問過佢，令我相信我哋可以創造一個好溫暖嘅家。婚姻嘅裂痕，控制欲同信任崩塌嘅雙重打擊。2006年結婚之後，張柏芝極度缺乏安全感嘅問題慢慢就顯露咗。謝霆鋒透露，佢曾經因為自己拍戲嘅時候冇聽電話，就連續打電話打到部手機冇電，甚至仲掌控埋屋企嘅財政大權。2008年照片門事件之後，謝霆鋒選擇咗忍氣吞聲，點知係2011年因為張柏芝同陳冠希喺飛機上影相，令到佢徹底心碎。喺金像獎頒獎禮上，佢嘅一句今晚嘅你格外迷人就成為呢對夫妻最後嘅甜蜜定格。離婚嘅博弈，從單親媽媽到三胎謎團。離婚之後，張柏芝有段時間俾人量做得太過火，喺綜藝節目入邊硬係要抬寵物嚟證明自己獨立，喊住淚。謝霆鋒唔理個仔，甚至係風飛復合之後病到入院，而謝霆鋒就轉去學佛學整嘢食，同王菲好低調咁同居。張柏芝係2018年秘密生咗第三胎，個細路嘅老豆係邊個都唔知，不過就俾人睇成係佢擺脫以前陰影嘅象徵。復合嘅疑雲係真情流露，定係精心策劃嘅炒作？利益捆綁、商業價值同親子關係嘅雙重驅動。謝霆鋒呢次演唱會票價最高俾人炒到17萬蚊，話題度直接就決定咗商業收益。而張柏芝呢幾年好少公開露面，呢次突然出現，啱啱好係佢簽咗新嘅經紀公司，俾人懷疑係為復出造勢。仲有 Lucas 同 Quintus 喊到咁慘嘅畫面，同謝賢早幾年兩個孫見到老豆之後唔肯講再見嘅辛酸好似樣，打親情牌明顯就擊中咗公眾嘅軟肋。情感博弈，王菲嘅灑脫同張柏芝嘅執念。王菲嗰晚冷靜嘅反應同張柏芝激烈嘅告白形成好鮮明嘅對比，有啲粉絲就
謝霆鋒同王菲早就達成咗唔結婚但係關係好穩固嘅共識，而張柏芝嘅舉動更加似係對白月光地位嘅最後一搏。謝霆鋒喺歌曲嘅間隙輕輕拍咗下仔嘅肩膀，呢個細節俾人解讀為對親情羈絆嘅妥協。輿論風暴，網友意見分化同行業反思，呢件事喺社交平台上引發咗好大反響。風之能否破鏡重圓、王菲的表情等話題一直霸住熱搜榜，支持嘅人就話真愛唔怕歲月，反對嘅人就鬧佢哋消費個仔好似有劇本咁。有資深嘅娛評人分析話，呢場復合大戲其實係多方都有得賺，謝霆鋒鞏固咗深情嘅人設，張柏芝又重新有咗流量，主辦方又賺足咗眼球，淨係得兩個細路，被逼成為成人世界嘅籌碼。未來走向，童話重新開始，定係終章嘅序曲？謝霆鋒同張柏芝都冇正面回應過復合嘅傳聞，不過據啲知情人士透露，謝霆鋒已經帶住個仔入住咗張柏芝喺上海嘅公寓，王菲就返咗北京。或者就好似謝霆鋒喺《璽從天降》入邊講嘅咁，心結要解開唔會咁簡單。呢場橫跨兩代人嘅情感糾葛，最終會以咩方式結束呢？答案可能一早已經寫喺佢哋三個人選擇嘅路入邊。有啲人執着於修補過去，有啲人就灑脫咁走向未來。而唯一可以確定嘅係，時光從來都唔會為咗邊個而倒流。